多社会馆，我来看一个不幸的消息，发生伫新德县湖口乡一栋3层楼的人家厝，今日透早呢火烧厝，警察人员接到消息了，赶到现场，顺利救出4个人。因不伫救灾过程中，有一个姓尤的分队长，惊内底也有人就咧入去找，不过因为这室内隔音较济，加上伊的空气筒也是上锁已经用了啊，就咧甲同仁救，人掉入2楼。这个分队长被救出来时已经无开啊，经过抢救40分钟后，嘛是救无活。黑色的浓烟一直为铁厝的窗仔门冲出来，消防人员赶来救援，因为还阁有人掉伫内底。消防人员伫边斗3工，总共有4个掉伫内底民众成功被救出。7点我就看到，奇怪，怎么有消防车停在我家门口？我就吓一跳，出来看的时候，就已经浓烟密布了啦，就已经延烧到2楼，整个都是黑烟。今仔日透早，新德县湖口乡一栋3层楼的主体发生着火灾，也不过过无几分钟，风光出来的竟然是消防队的家己人。风光出来的人是新港分队姓尤的分队长，伊掉伫2楼，风救出来时阵已经无喘气，紧急抢救40分钟，有缘救无活。发现的时候有联络不到的时候，那就立即做一个回应那我们做我们的入室人员的一个伙伴救援，还要启动外面的外部救援部分。那之后在2楼部分尽快把那个尤分队长把他送到1楼之后，再做急救。消防队当时为3楼的路架将民众救出来。姓尤的小队长指挥同仁继续到2楼拍火排烟，家己是到室内继续找其他掉伫内底人。想要到分队长讲家己上锁筒已经用了啊，不过因为内底拢是乌烟，加上室内的房间伤济，真歹找人。等到队员找到伊的时阵，伊已经无开。新港分队姓尤的分队长，2022年到新德县服务，想要到如今伫面体火警内底不幸过身。火调人员透早到现场勘查，根据了解，2楼是做义工的宿舍，发生着火灾，内底阁有真侪房间，佮加上浓烟，造成搜救人员看袂清楚。除了调查导火原因，嘛要调查分队长殉职的原因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